怀四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大家来学客家话。首先第一个，老先生跟我念哦，欧吉桑啊，老太太呢？欧巴桑，哎呦，这不是日本话吗？嘿，没错，因为历史的因素呢，台湾本土的客家话的确有很多的日文呐、像徐薇家里长辈们，如果在摆龙门阵的时候，哎，我可以偷学到很多日本话呢。欧吉桑、欧巴桑、老先生、老太太，哎呦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你哪里舒爽？哪里就是哪里，哪里舒爽就是不舒爽，哎，就是身体不舒服，哪里不舒服呢？哎呀，我头脑痛。头脑痛就是头脑痛，哎，这是头痛啊，我头痛啊。哦，你黑狼豆诶，管黑狼豆就是冷到了，狼豆给管黑，哎呀，你是感冒的关系，狼豆就是感冒的意思。哎，多啉豆水，多就是多一点，啉就是喝的意思，多啉豆水就是多喝些水哦，多睡梦睡。睡梦，哎，这是睡觉。再来一次，睡梦。哎呀，你看你说的多好，来，整句话跟徐老师念。你爱怎么样子呢？多啉豆水，多睡梦。哎，来，我们听特别来宾跟你讲客家话哦。細路妹人生嚟唔爽爽啊！哎呀，頭腦痛，衝去發燒會用誒。哦，咁你可能凍到誒，我多啉豆水，我多睡夢。好，我哋安子先，耶。